力冲日本，赞！台南好米今年再度外销日本，9日举行的丰贵启运仪式，由台南市长黄伟哲到场主持。黄伟哲表示，伊对着台南的农特产拍入去国际真具信心，嘛希望日本人品尝了后一次新主顾，从此爱上台南好米。农民种出最好的米，通过日本农林水产省很严格的这个检测跟试验，那获得认证之后，才可以接日本的订单。那现在进去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就是都检测合格，进入到日本市场。我相信一定能够虏获日本消费者的心。我们台南有台南米可以进入日本市场，有我们的凤梨可以进入日本市场，有我们的爱文芒果进入日本市场，还有我们的猪肉可以进入日本市场，还有许许多多好的优良的农特产品都能够打开国际市场。我们不仅要进入日本市场，还要进入澳洲市场，进入打国际杯我们对于台南的农特产品、农林水产农渔水产农畜水产都有十足的信心。下营区宏昌碾米工厂成立稻米产销客族集团产区已经有17档，为育苗、管理、采收、烘打、染制加工以及包装，采用一条龙的生产管理模式，并通过产销履历、CAS 以及有机认证，成功将台南的好米行销到国际上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